林子瑜，隔離屋嘅細路仔。你哋屋企人有冇同你講過？你睇下人哋隔離屋個細路仔考試100分啊，你得個80幾。如果有嘅，大家可以舉一舉手。睇嚟大家冇生活喺隔離屋個細路仔嘅陰影之下，但我就有啦。我隔離屋個細路仔讀書係全班第一，體育又係澳門代表隊，簡直係文武雙全嘅學霸。不過大家有冇諗過，大家都係得24個鐘，佢係點樣做到嘅呢？我有問過佢㗎，佢話其實佢壓力好大，佢阿爸阿媽成日笑住唔覺意講佢有幾勁，但其實佢唔想同人比，但佢亦都唔想佢父母失望，所以有時佢會眼神放空，要叫好幾次先有反應，甚至會偷偷匿埋喺廁所喊。我以為係佢個牌太攰，狀態唔好啫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喊住同我講：我真係好辛苦，我乜力都冇晒啦。有時我都好心痛呢個細路仔，好想衝過去攬下佢，話俾佢知你已經好叻㗎啦。可惜我冇辦法，因為呢個細路仔其實係我自己。我初3嗰年確診抑鬱症，無數個夜晚我失眠，偷偷喺被竇喊，行喺街上莫名其妙就會驚恐發作，情緒崩潰，就連測驗嘅時候都會突然間出現軀體化，隻手震到連卷都寫唔到。呢種痛苦同艱辛真係表達唔到，我只可以喺心入邊不停質問：全世界有3億人抑鬱，多我一個唔多，少我一個唔少，點解偏偏要揀我去承受？點解我咁冇用，連自己嘅情緒都控制唔到？點解我明明已經睇咗醫生，食咗藥，但生活依然過得咁辛苦啊？有好多次我都覺得，唉，太辛苦啦，我真係撐唔住。終於有一日，爹哋媽咪發現咗我嘅唔妥，佢哋先知原來我承受住咁大嘅壓力。自此之後，我嘅屋企人、老師同朋友會喺我每次崩潰嘅時候，接住我嘅情緒，為我築起最後一道防線。媽咪會同學校請假帶我去海邊散心，會同我講：成績唔緊要，你開心要放喺第一位。老師唔會怪我上堂集中唔到，只係成日肯定我、鼓勵我。好閨蜜會喺放假嘅時候約我去旅行。無論發生咩事，身邊都有人無條件咁支持我。我先發現，原來呢個世界係幾溫暖嘅喎，又有咁多人值得我留戀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段不堪回首嘅經歷，其實需要好大嘅勇氣。台下面有好多我嘅同學，喺未聽我分享之前，佢哋都冇將我同抑鬱症聯想埋一齊，所以我啱見到佢哋好多人都露出咗驚訝嘅表情。但呢個都正正係我喺呢度分享嘅原因。心理係咪健康？冇樣睇㗎。好多人以為抑鬱就係諗太多，開心啲咪得咯。所以我之前從未同其他人講過，因為我唔想有人見到原來隔離屋嘅細路仔都有咁脆弱嘅一面。但就係因為我喺經歷痛苦、傷心、迷茫嘅路上，一直有人撐住我。所以而家我選擇企喺呢個舞台上面，成為佢哋嘅一份子，透過分享我嘅經歷，將呢份理解、呢份溫暖帶俾更多人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 care 身邊嘅人，同佢哋 share 你哋嘅善意，因為我哋可以喺呢個世界撐落去，全因有你哋嘅愛。多謝大家。